你好啊，你好啊，听得到吗？最好是听得到啦。来，欺骗我玩一个游戏，名字叫《跑跑跑的开始的 One》。我都100年前了啦，差不多好像有100年前了。我这个的麦有点爆音，没有问题啦，也是没有问题，可以听得到我讲话就 OK 了，不要介意哈。OK， 这个腊肠嘴巴让我有一点小刺挠。这个眼睛我感觉在哪里有看过这样的，好像那个什么酱啊，那个果冻酱。然后这个毛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Happy Walkie 啦，虽然我没有玩过，但是也认识的啦，不懂你们认识不认识罢了。那现在我们开始游戏。这个动画还是看笑啊，好，没有看脸又讲什么听不到。And she is the first truly intelligent doll in the world. A 每次 little girl can talk to her. Poppy gives her answers. She is the first doll actually able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a child. Hard to believe? Just watch. Poppy is as lovable as a real girl, and she talks like one, too. Hi, my name is Poppy. I love you. Can you help me polish my shoes? Why, of course, Poppy. Just like a real girl, Poppy always wants to look her best. Perfect. Thank you. Her hair is sturdy and won't come out when you brush it, and smells just like a poppy flower. Is there anything else you'd like to say, Poppy? I'm a real girl, just like you. What's the time? Playtime! And if you've ever wanted to see how all of the nation's favorite toys were created, Playtime Co. is now offering factory tours at just $2.99 a person. An entire hour in the most magical toy factory on Earth.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Come visit the factory. We can't... 最近现在今年改版了，我记得去年不是这样子的啦，我是记得。接下来的直播来给你们使用一下，因为我知道要怎么使一下。有够吵啊，这个 BB 音。对，这个法窝这个最锋利的呀，因为我们找这个法窝都不懂这个新的人是谁来的。快点啊你，很想玩电路嘞。好。OK， 接下来就是酱。OK， 没调好了。快拉喂，快点嘞，快拉喂！我的角色走到哪一个地方去 ？OK， 这个是绿光光。给我按了。绿光光后这个老司机的。那这个蓝色的录影带怎么感觉像凯比电视视频的这个东西哦？看见它的图片没？然后也不吵啊！这个好小声一点啊，我调小声一点。可是我这个麦太大了，应该没有了。来这个跑酷一下先啊，跑酷一下。这个具体怎样跑我也不知道啦。反正是跑到那个电视机那边那个手套可以扯开就对了。主播今天用这个麦是因为主播不要给你们听我的眼神，我的眼神有点过分嘞。然后我是一个马来西亚人啊，你不要讲我是中国人啊，我是马来西亚华人啊。我记得应该之前我以前拍视频的时候，在 TikTok 好像应该有一些，我记得应该是有人觉得我是那个什么的啦，中国人，好像人家是马来西亚华人，不是什么中国人，人家目前还不是中国人啊。OK， 是在哪个？快点，快点，快点！给我快点！鸡蛋糕给我爱
个手套，不是手套，那个手掌那个飞出去。然后这个地图可以读快一点。那长嘴我来了，这个哇，不好意思啊，我有一点激动啊，为什么你的锁匙都是本来加了一样会动啊？现在会动啊？可能是我逆转过去吧，可能还是游戏吧。快点，接这个电，这个电真的是有个容易的。这个有时候会有一点打嗝的吗 ？OK， 这个尤其就是这个电闸，不是这个电闸，是那个杆。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它瞬间跑掉了，它一秒跑掉了，瞬移了。然后你的手在这边掉了，然后直接冲过来关了你的手，给我夹断掉，不关我事哦。你的手给我夹扁掉哦，对呀。那你让我是什么熊掌啊？你又不是熊来了。你要讲是熊掌，但是你的手又是熊掌来的。好。对呀，这边有一个很好笑的，我用这个手机版玩，会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东西给我确定少点，不然就是卡住。你们现在听得到我的原声啊？我声音有多大？听到一点点没有关系啊，反正你们也解释不出我的原本声音。绿色的在这边就是没有跑，那是我跟我朋友玩的要死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这个红色跑一个，不然叫黄色跑一个，不然叫绿色跑一个，还什么蓝色跑一个啊？然后我就好笑哦，我记得前面好像有隧道是，大长嘴，长嘴 ，hello， 然后你要穿去哪里？就8字都可以穿进这个隧道哦，真厉害的。然后这边现在时间是7分钟。已经7分钟了，这样快的7分钟。然后我觉得地球偶然策划好像拿快我时间，就像放假一样。现在我的数已经第1学期假期了啦，小学的话，小学已经第1学期假期了。然后你那长嘴巴为什么进这个隧道还不要用手掌呢？按理来讲，每个不应该是要用手掌的。我的电话亮亮的。我的电话亮亮的。OK， 起飞，原地起飞。快点，直接切掉它，切掉是卡斯比狼了。一个毛拿的是卡斯比狼，还是跑快玩给你们看嘛。我这边省点时间了，要跑慢慢了。我的笔没捡到，你讲完的。OK， 动了，吓死我！等下没有动就死了。现在你们觉得最火的玩偶是什么呢？最火的玩偶，2026年5月季度吧，5月就讲2026年1月1日到5月22号，你们觉得最火的是什么？开始游戏，继续。好笑我的那个。OK， 好了。书包这边用的不是变声器了，还是用的喇叭。你不要知道我画喇叭，但是其实我就真的在扮演一个话痨。确实，我真的在扮演一个话痨。我手还我，我的手，完蛋了，错半个。还好回来了。等下那个东西跑掉，我会哭死了。我没有得忘掉，你的控制感给我拉好一点，你不要跑掉。
期待。OK。哎呦喂，点啊你这个手还伸不出来他妈！点，我手又绑不掉了，还是我的连法有问题。等下，嘴巴换一个连法。管我自己叫嘴巴，反正我会拍视频来算是一个嘴巴。我现在连过去都可以，你当我怎样？给我过，快点！比你强。我相信你们应该看过一个人物啦。算了，不要讲。哎呀，算了，我现在换 game 了，不是换 game 了，我现在换一只手。我现在扮演一个话痨，请不要过后有人看到我的视频，在我下面讲我是话痨。OK， 中了呀，起飞！哦shit！快点！你不可以快点看面跑！虽然知道这个故事情节，但是我也是第一次实况了。为什么我没有按开那个东西，它就自动开了？给我再快一点，那个传送带给我跑快一点吧！10币没有，怎么死？你这个，我记得我看过谁啊？前面宣传推广啊，要不要打一个UP主那个广告啊？不要讲我是有广告的，现在来讲那个我之前好像看到毛孩子呀，那个总过都走过了毛孩子，我不懂，前几年看到他玩这个B1的这个 game， 然后他这什么？他讲这个是什么蜜蜂加老虎加那个什么猫还是翅膀雷比比加那个猫加那个老虎的结合体。他是这样讲啊，全场无妨啊，你不要跟我讲了。大孩子你会听没有嘞？接下来最恐怖的要来了，这个那个香肠嘴巴要来追我们了，那个大香肠嘴巴。怎么想到像个老公公这样丑阿伯的？那个腊肠嘴，来！ Oh my god！ 超级无敌大腊肠嘴巴来了！1、2、3，我的靠！不要讲我是赛佛啊！第一次玩，虽然看其他人玩过，但是第一次玩还是很恐怖的事啊！哎呀，我走哪里？我的电话怎么赶不上来了？要被我砍了！动力了！那个腊肠嘴巴，腊肠嘴巴！腊肠嘴，你的腊肠嘴巴，腊肠嘴，我要来袭击我哎！腊肠嘴巴，你慢点！快点！这个腊肠嘴巴真的是有个好吃啊！哎呦，给你看个精彩的这个彩蛋，站在这边，你会看它这是飞过去，然后你就留在这边了。很好啊，原本我们那个是在下面的，但是因为我可以向前，所以
掉下去。前面那个是什么啊？罂粟花那个，它离开了那个主题的那个东西啦，那个什么。就是等一下完结了，你会跟我讲，你应该没有玩芭比 Playtime 2还是3还是4？我跟你讲，我一定有玩，那我跟你讲，我玩1我就会玩2、3、4、5。那个第5个它还没这样快啊，因为我要等它那个芭比 Playtime 的那个官网出那个手机版才可以啊。我相信到时候玩完了芭比 Playtime 4，应该那个芭比 Playtime 5的那个手机版应该也在了。然后这个都死手咯，这丑还得讲是哪部部真的那个死手咯？好了，还翻白眼哦，一脚勒过去了。如果我是那个主角的话，我脚勒过去给你整个打扁掉了。拜拜。此期节目完毕，目前时长是。目前时长是16多啦，15分钟多。OK， 直接quit game。有空来 OK 啦，主播玩到这边了哈，主播要下线了，拜拜。